再来看台中市现代嘛掠到一个诈欺集团哦，成员对去年8月开始，就买真侪人头问号，假作是电信业者监理站，传感信，摕到被害人的个资，偷录因的信用卡。警方掠到来嫌犯，其中有3个被起诉。警方告说，陈的主嫌经营的饭店摕相关资料，佮去姓市的共犯住的所在，查出几60支可疑的手机啊。传发简讯不是什么大事，我们现在有你只要交代出来，简讯谁叫你发的？他手机交出来，像。事当时，嫌犯当咧用这手机啊，寄钓鱼简讯，结果去互警方当场掌到。台中这个诈骗集团涉嫌为去年8月开始，就大量买人头问号，结果甲有恶意连接的钓鱼简讯寄互无特定的人士，去因被害人点对了后，拐走个资，摕去投入信用卡。不实内容群发恶意连结之钓鱼简讯，诱使不特定被害人点击网址，并依指示输入个资及信用卡相关资料。警方清查了后，发现有9个受害者，计共损失67万。若嫌犯发送的钓鱼简讯，多数拢是以电信业者或者是监理站的名义，骗讲有积分会当换商品，无就是去年会也未立点内容，来降低民众的戒心，拐人点连结。电话号码呢，它前缀码可能是+66、+44等国际的号码。那第二个呢，它会诱导我们去点击假的网站。那第三个呢，它会去骗取我们去填输个人的资料、手机号码、银行账号。检方以伪造文书和刑法的诈欺等罪嫌，起诉姓陈的主嫌等3人，嘛提醒民众收到简讯会当先去官方网站查证，若是看到有用唔到字，或者是讲法怪怪的，甚至要求爱提供个资，严重买就爱砍买册咧，警卡165专线查证。记者台中报道。